啟德內海區嘅項目咧，陸續已經落成現樓，足足有成5000伙供應量添。但係咁多選擇，邊伙最啱你自己呢？今日股市係教你點樣揀最啱你自己嘅屋苑。如果你想揾最低入場價嘅屋苑，你可以考慮柏維森。現時兩房嘅單位最平只需要600零萬起，而其他內海項目兩房單位叫價由700至800萬不等。入場價低必然有原因嘅，就係因為咧佢兩房嘅積係大約380幾尺起，相對咧同其他內海項目比較細嘅。如果你係中意緊廚，你可以考慮維港商轉或者啟德海灣。啟德內海項目嘅大部分嘅單位都係採用開放式廚房嘅，維港商轉同埋啟德海灣嘅兩房同埋三房單位咧就可以提供到緊廚嘅設計啦。如果你係中意豪華會所嘅，你可以考慮啟德海灣，總共65項嘅設施，包括3個游泳池，齊全個24/7嘅健身室、攀石同埋full court嘅籃球場。你睇下我哋玩得幾開心！如果你想揾最快去到啟德站嘅屋苑，你可以考慮維港商轉，去坐落喺啟德跑道區嘅前段，坐巴士最快12分鐘就去到啟德站。順帶一提，而家政府仲計劃興建輕軌，接駁翻跑道區嘅住宅去到啟德站，到時出入又多一個選擇啦。如果你係中意最遼闊嘅內海靚景，你就要考慮柏維森啦，因為佢嘅地理位置係坐落喺啟德跑道區嘅中後段，內海景咧比其他項目更加遼闊，可以望到成個觀塘避風塘嘅遊艇海景。睇咗咁多選擇，有冇邊款啱你先？有嘅即刻預約我哋團隊睇樓啦，唔啱嘅都唔緊要，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需要，幫你睇到你滿意為止。